大家好，歡迎返嚟 Bcast Channel。上集我哋講出發前60日到落地嗰刻要準備嘅所有文件、App 同埋唱錢攻略等等。如果你仲未睇上一集，強烈建議你撳返入去睇咗先，因為有好多出發前準備嘅事提你㗎。今日嘅下集呢，我哋會講啲更加貼地、更加令你頭痛嘅嘢。去首爾住邊區最好嘅？機場點入市區？去邊度打卡？點樣退稅？呢條片咧會用10分鐘時間幫你搞掂埋首爾行程嘅後半部分。準備好未？我哋即刻入正題。住宿大攻略，3大熱門區分析。去首爾旅行住邊度，決定咗你個行程成唔成功。2026年嘅今日，我依然最推薦呢3個地區。第一，弘大。呢度係年輕人嘅天堂。點解要住呢度？最實際嘅原因係有機場快線 AREX 直達，唔使轉車。對於拖住大行李嘅你嚟講，簡直係救星。除此之外，弘大嘅想行街氛圍係無敵嘅，由大型品牌好似 Musinsa、ABC Mart 到無數嘅小眾設計師品牌都喺晒度。最正係呢度越夜越精彩。如果你體力好，行完街仲可以睇街頭表演、busking 或者去唱 K、飲嘢，玩到凌晨，行返酒店都只係幾分鐘路程。第二，明洞。雖然好多人話明洞好多遊客，但如果你係帶住老人家、小朋友或者第一次去首爾，明洞依然係無敵位，因為佢係交通中樞，地鐵4號線去東大門、南山塔或者首爾站都係幾個字嘅事。2026年嘅明洞開咗好多新嘅精品酒店，配套好成熟，加上呢度係全首爾溝通最容易嘅地方，藥妝店基本上全部講廣東話或者國語都通。最緊要係每晚都有嘅街頭小食攤檔，落樓下就可以解決宵夜，呢種便利係其他區比唔上嘅。第三呢，係我近年嘅私心推薦，聖水洞。如果你嫌明洞太嘈、弘大太逼，想揾啲文青氣息，聖水洞係首選。呢度以前係工廠區，而家變咗做韓國版倫敦東區，周圍都係紅磚屋改裝嘅咖啡店同藝廊啊。住喺呢度，你每日落樓下，可能就會見到唔同品牌嘅 pop-up store， 好似 Dior 或者小眾香水品牌咁啦。雖然由機場入嚟要轉多2程車，但呢度嘅咖啡質素同特色 BB 帶嚟嘅靜 A 感，真係會令你有一種住喺首爾嘅地道感覺，而唔係單純做遊客。機場交通邊款啱你㗎？講完酒店之後，就輪到講機場交通。落地仁川機場之後，點入市區呢？又巴士又機場快線，邊一樣會適合你呢？第一， AREX 直達火車 Express Train。呢款車好似香港嘅機場快線咁，係對號入座嘅，大約43分鐘就由機場飛到首爾站。如果你係住首爾站附近，或者想追求速度同舒適，呢個係最正嘅。車入邊有免費 WiFi， 座位闊落，仲有專門放行李嘅地方，唔驚個擺周圍鋪。記得預先喺 Klook 或者 KKday 買飛，攞住個 QR code 喺部橙色機換飛，通常會比現場買平少少。第二， AREX 普通地鐵 All Stop Train。呢款車同普通地鐵無異，每站都會停。如果你住弘大、孔德或者金浦機場，呢款車反而仲方便，因為直達火車係唔經呢啲站㗎，價錢比直達火車平1半以上，大約4000幾韓幣。但係缺點係佢冇行李專區，你要自己全程扶住個機，而且返工放工時間會非常逼，對於拎住大行李嘅遊客嚟講會比較辛苦。第三，機場巴士 Limousine Bus， 我個人最推呢款。雖然價錢係最貴，大約17000韓元，但係佢嘅座位係豪華大梳化，舒服到可以即刻瞓覺。最重要嘅好處係佢會停喺明洞、東大門好多酒店嘅門口附近。韓國地鐵站啲樓梯同埋轉線嘅路程係會行到你斷氣㗎。如果你行李多，
或者帶住一家大細。巴士司機會幫你搬行李上落車，你落車行幾步就到酒店，絕對係最舒服嘅選擇。總結一下，如果你追求 CP 值或者住喺宏大，就搭 AGX 普通車；如果你係住首爾站或者想快，就搭直達火車。但如果你係帶住老人家、小朋友或者行李真係多到爆，唔好諗啦，去搭機場巴士啦，呢幾十蚊港幣真係唔好慳，慳翻啲體力去行街仲好。市內交通、地鐵、的士同埋交通卡。入到市區，你最需要嘅就係一張 T-Money 或者我上集提到嘅 Wow Pass， 其實即係 T-Money。韓國交通其中一個正嘅地方係佢有轉乘優惠，只要你喺30分鐘內由地鐵轉巴士或者巴士轉地鐵，第二程基本上係免費或者只係收幾毫子附加費。記住，無論係地鐵定巴士，上車同埋落車都要拍卡，咁先可以享用到呢個優惠㗎。再講地鐵，2026年成人基本車費係1400韓元起跳，記得一定要用儲值卡，因為如果你買單程票，唔單止每程貴多100蚊，仲要俾500蚊押金，落車要去部機退返，非常浪費時間。首爾地鐵係分段收費嘅，首10公里係基本費，之後每5公里會加收100韓元。如果你係帶住13歲以下嘅小朋友或者18歲以下嘅青少年，記得幫佢哋買專屬嘅卡，車費大約只係500到800蚊左右，平過大人一大截。所以我都建議大家學識下搭巴士。首爾巴士分顏色，藍色行大路，綠色行短途，價錢同地鐵差唔多，但係好處係佢站點多，好多時可以停喺你個目的地門口。用 Naver Map 睇住巴士到站時間，見到車嚟就上，比起地鐵行上行落舒服好多。如果你有3-4個人一齊行或者行到腳斷，的士其實好划算。普通的士起標價大約4800韓元，市內短途大約780蚊港幣就搞掂。記得用 Uber 或者 UT App 叫車，咁就唔使驚同司機溝通唔到或者被兜路。記住，見到黑色的士唔好亂衝，佢哋服務係好，但起標價貴成倍嘅。景點方面，除咗經典嘅景福宮着韓服，記得預約啲高質啲嘅店鋪，唔好隨便揾間就入。我推薦大家去埋汝矣島嘅 The Hyundai Seoul， 呢個係首爾目前最大型嘅商場，室內有大森林同噴泉，2026年依然係潮流指標。如果你中意行街，聖水洞唔係只係住佢嗰啲 pop-up store， 快閃店係每日都變。去之前記得喺 Instagram 或者 Naver 揾下最近有邊個名牌或者潮牌開緊快閃店。仲有，千祈唔好錯過漢江公園，最地道嘅玩法係叫外賣炸雞去草地城睇住日落。記得 Naver Map 可以幫你揾到最近嘅外送區，只要坐喺度等，外賣阿叔就會送到你手上。最後係最重要嘅部分，退稅。辛苦賺翻嚟嘅錢有得退稅，當然一定要拎翻。韓國退稅主要分2種，一種係即時退稅，喺 Olive Young 或者大超市買滿3萬韓元，只要出示 passport， 佢會直接喺收銀扣減稅金俾你，呢個最簡單。另一種係機場退稅，如果嗰間鋪冇即時退稅，佢會俾張退稅單你，記得收好佢，去到機場先去退稅機掃描 passport 同單據。如果你退稅金額較大，或者有貴重物品，海關可能會要求睇下件貨，所以記得喺 check in 寄行李之前搞掂佢。由0到100，首爾自由行嘅攻略就到呢度。雖然資訊好多，但只要你裝好嗰3個 app， 帶備 World Pass， 其實首爾係一個非常容易旅行嘅地方。如果你覺得呢2集幫到你，記得 subscribe、like 同埋 share 俾正準備出發嘅朋友。祝大家喺首爾玩得開心，值得盡興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